挑战吃变态辣草吃鸭脖，嘿，这不是福利剧啊！哎呦，哥，走，去了2锅变态。我为啥一样的，我都一样我超级变态了，都变态了啊，我一样的，哎，我有个外号儿没说的，辣椒收割机，哎，各种辣我都吃。我的奶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谁喝谁孙子。哎呦，谁怕谁呀？来吧，这都是草式鸭脖是吧？看我的大简单。好的很。哎呦，这是个啥？这鸡块。美味，美味吧？这是个五香的。就这才变态辣啊！这叫变态辣。我吃这东西太简单了。跟那这他家特色那点尝尝，那都没有这。这是叫啥菜？这个好吃。你看，这是他家特色，那点没有。没事，这味真不到呢。妈呀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鸡巴真味。这些连咱都没有，你非得叫吃这？这是福利啊！这是给咱福利。你这样？没事。今天做错了吧？这都叫变态辣了。哦。不辣吧？不然没意思，没啥意思，真没啥意思。上吧，吃啥吃？我不吃，开胃小菜。给打电话，没了，根本都不辣，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下回大点声。做错了吧？不是，这刚才俺3个要的变态辣，这咋给5香的人我吃的没感觉啊？那你下次注意哈。好，喝不了。哎呦，
哦，我该下雨了。啊，吃啊！哦，轻轻松松拿捏。你这啥？我尝尝吧。你再倒一杯。不吃。没事好。谁喝了谁都孙子了。那是我是，那也不能喝，那也不能喝。不能喝，你喝着我这。看着。我看了，还不能喝。喝之前喊声两声爷爷，喊爷爷，喊完才能喝。有纸吧？有纸吧？有纸吧？有纸不？没有。你不懂，从这挖到这麻呀，香，这是特色啊。没麻。哎呀，我老眼子都是疼的。吃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出去。但是它不辣。哎呀，没辣味。没辣味。好。好。太好吃了。不是你都喝，我喝，我喝。不是你都喝。啊！喝。哎呦，哎呦，两位爷爷，我们吃了。你想给他一个，这是我的呀，哎呀，饱了。哎呦，我喝一个辣的呢。哎呦，我不了，不了。哎呦，给我打肺。哎呦，
哎，给我站着！支持，支持，来，吃啊，有种别停嘴。哎，那香的你不吃。啊！我一口，干吗？大头你干吗？啊？干吗？不行都出去喝水去啊！不行都出去喝杯去。去吧，去吧，喝杯去吧。你已经很厉害了，是吧？吃不少。你喊，你喝，你喊，我喊啥？你闹，我闹啥？我还没走呢。去人家那桌去啊！哎呀，嘿嘿，走了。